心敬拜神。着对上主唱新的歌，全地拢着对上主唱歌，着对上主唱歌，称赞伊的名，着日日宣布伊拯救的好消息，对万国宣扬伊的荣耀，对万民讲起伊伟大的作为。因为上主至大，应该受极大的称赞，比所有的神明应该搁较受敬畏。三甲内面圣诗第22首，主上帝正手，请起完全诗。Amen.
天父上帝，感谢你引带阮来到你的圣殿内面三角组织敬拜，也感谢你顾受阮即礼拜中无论拄着啥物款的代志，你拢互阮平安顺遂经过。感谢主，你赏赐恩典满满伫阮的生活顶。虽然阮有侪人生活伫艰日艰苦，甲身躯的病痛，总是阮恳求你牵阮的手，阮有智慧对困苦的环境中行出来，互阮伫每一天的生活中体会到主你为阮所做的，因为阮拢是要倚靠你。阮今仔日来学习你，赞美你，愿今仔日的礼拜拢通成做你所欢喜。今仔日是大港节第三主日，求主赐福牧师分享的信息进入阮的心内，阮得到造就甲帮助。主啊，阮知阮的智慧无法度较赢你的智慧，阮的困难无法度较赢你的困难。阮知甲主你沟通就是阮的祈祷，恳求你引领阮，领受阮，阮将阮的重担交予你，因为阮愿意要倚靠你。安尼，阮就要会当对困苦中得到温顺甲福气，对困苦中享受幸福甲美满的生活。阮相信你所赏赐阮的万项事拢是好的，遐个艰难会变做阮的智慧，遐个困苦生活会变做永远的福气。只要专心倚靠你，主，听你讲，我也要互因加添侪侪，无得减少，互因尊贵，无得卑微。所以阮知，你所讲的话，毋是安慰阮，是爱阮尊叹你，倚靠你。只要阮用心甲主你交陪，阮就会得到你极大的恩赐。阮安尼恳求感谢，拢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来吟圣诗第43首，世间正人拢着定睛，请一个唱。Amen.
恁的上帝讲。用温柔对耶路撒冷宣布。因的罪责已经认清楚。有声话讲，就伫旷野准备上主的路。大家山谷拢要吞互甜。万我咧要解互你。上主的眼光一定显现。有声讲，你着宣布。就讲，人拢亲像草。草会干，我会谢。人拢真正亲像草，草会干，我会谢。报好消息予圣安的人啊，要上悬山。要大声喊，毋免惊。看，至悬的上主要带大官人来临。看，伊手断来的人要甲伊来做伙来。伊要亲像牧者顾伊的羊群。一时来承受上帝的话，今仔日要读的圣经记载伫路加福音第2章22节到32节、36节到38节。路加福音第2章22节，照摩西的律法，洁净礼的日子过了，约瑟甲玛利亚无婴仔。耶路撒冷要将伊献互主，照主的律法记载，后一体的查甫囝拢着圣洁归互主。要照主的律法规定，着献一对斑鴿，也是2只粉鸟仔囝做成礼。迄时，伫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个人伊阁敬虔，一直伫期待以色列的复兴，圣神有甲伊同在。伊得到圣神的启示，知影伊死以前一定会看到主所应允的基督。伊互圣神感动，入去圣殿。伫迄时，耶稣的爸母互婴仔耶稣入来，要照律法的惯例，来伊举行仪式。西面用双手抱婴仔，称赞上帝讲：“主啊，敢照你的话，互你的奴仆平平安安离开世间，因为我已经有亲眼看到你的拯救，就是你伫万民面前所准备的。伊做启示外邦人的光，做你的子民以色列的阳光。”阁有一个女先知安娜，是亚瑟之族内面的查某囝，伊已经真老，伊结婚甲丈夫生活7年，现在已经84岁，伊拢无离开圣殿，年日服侍上帝，敬食祈祷。伫迄时，伊嘛来感谢上帝，对所有在期待上帝救赎耶路撒冷的人，讲起这个婴仔的事。
圣经读到遮，全主赐福，若通以为搁照安尼行的人。是请圣歌队来赞美主耶和华伊的大恩光。正道，阮同黄牧师要讲的信息是：敬虔的听候者，敬虔的听候者。
大家平安。今日是咱大港节第3主日，要用喜乐的心来献靠名字为了所遇到的降临。咱三道的祈祷，我是来到你面前，用一个日子咧教，有你的降临。我相信你今天教我每一个人生命中间来改变我，你就到这个世界来改变整个的世界。我来平息，我这欢喜的日子中间，我就传播，也无这个好的消息。我咧伫教会中间，你是尊重，有也透过这个圣诞节来传播主要所基督放生大欢喜的日子。哦，我的国家、我的社会、全地会当来知，有这是为着正能，你为着正能来出世，所以用和平、喜乐。活乎你所欢喜人，愿你伫阮中间来得的荣耀，像天君所何乐的，愿荣耀归伫天灵至源的上帝。愿你伫阮中间降临，伫你百姓中间活来和平，活来喜乐，透过今日的信息，让阮的心得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我想想，因为运动的关系，去到巨城百货。今年时间过得非常紧。巨城百货的这个广场的所在，然后这个圣诞节布置非常非常的水。所以呢，这两天很秀，有景观这个圣诞树，然后是光彩夺目的这样的布置，然后这样整塔真水。因为他们什么时阵开始播？原来迄个日子吼，差不多是在港节第1礼拜。我11月底啦，12月初，差不多在港节第1礼拜。所以人真侪人伫遐翕相。然后呢，伫这个日子，布置了，也差不多宣布一个日子吼，将军要到。什么日子呢？周年庆。我常常无注意到周年庆啊吼，就知影差不多年底的时阵吼，我想若去到这个百货公司里，讲哇，这人山人海哦，大家伫咧附近柜台拢伫遐抢购物，吼，但讲哦，今日原来是周年庆啊吼，所以我特别去注意到一下。周年庆来搞起就非常非常的闹热，拜六礼拜四啊，尤其是拜六礼拜四较济人。周年庆的时阵吼，2礼拜，伊早甲暗，4拢免上班，大家拢请假去遐唱，真俗。所以呢，这个大家拢听候这个时阵，伫迄个巨城百货的时阵，你着咱感受有真浓郁的圣诞节的气氛。大港节的时阵。互你安尼进入到圣诞节的气氛来，然后佫互你听候一个日子，等待一个日子，周年庆的时阵，等待的时阵都是足紧张的吼，安尼，所以你要去买的时阵，哇，钱足济人来请购物，所以有可能是伫迄个周年庆以前，你就开始准备去遐看，啥物物件较俗啊你。买时间周年庆来搞起来。Yeah.
见到阮同黄牧师要讲的信息是敬虔的听候者，敬虔的听候者。姊妹平安。今日咱大讲这第三主日，要用喜乐的心来听候名字为了所遇到的降临。咱三道的祈祷，我是来到你面前，听一个日子的教，有你的降临。我相信你真正教我每一个人生命中间来改变我，你就到这个世界来改变整个的世界，我来重视。我在欢喜的日子中间，我就传播，无这个好的消息。我咧伫教会中间你受尊重，有也透过这个圣诞节来传播主耶稣基督诞生大欢喜的日子，互我的国家、我的社会、全地也当来知，有这是为着正能，你为着正能来出世，所以用和平、用喜乐活互伊所欢喜人。有愿你伫阮中间来这里荣耀，就天君所保乐的，愿荣耀归伫天灵至高的上帝。愿你伫阮中间降临伫你百姓中间，我来和平，我来喜乐。透过今日的信息，让我的心都靠主耶稣基督建立。我相信因为运动的关系，去到巨城百货。今年时间过得非常紧。巨城百货的这个广场的所在，然后这个圣诞节布置非常非常的水。所以呢，这两天很秀。有景观，这个圣诞树，还有是光彩夺目的这个布置，还有这个灯塔真水。因为他们什么时阵开始布？原来迄个日子吼，差不多是在港节第一礼拜。我11月底啦，12月初，差不多在港节第一礼拜。所以人真侪人伫遐秀。然后呢，伫这个日子，布置了也差不多宣布这个日子吼，将军要到。什么日子呢？周年庆。我常常无注意到周年庆啊吼，就知影差不多年底的时阵吼。我想若去到这百货公司里，讲哇，这人山人海哦，大家伫咧附近一带拢伫遐抢购物，吼，但讲哦，今日原来是周年庆啊吼，所以我特别去注意到一下。周年庆来搞起就非常非常闹热，拜六、礼拜四啊，尤其是拜六、礼拜四较济人。周年庆的时阵吼，每礼拜伊早甲暗，伊是拢免上班，大家拢请假去遐唱，真俗。所以呢，这个大家拢听候这个时阵，所以伫迄个巨城百货的时阵，你着咱感受有真浓郁的圣诞节的气氛。大港节的时阵，互你安尼进入到圣诞节的气氛来，然后佫互你听候一个日子，等待一个日子，周年庆的时阵，等待的时阵都是足紧张的吼，安尼，所以你要去买的时阵。哇，支持足多人来请购物，所以有可能是伫迄个周年庆以前，你就开始准备，去遐看，啥物物件较俗你买，时间周年庆来到时，你就去买，一个准备。姊妹，一般世俗来讲，较无咧注意大港节，因为伊直接跳过大港节，转进入到圣诞节内面，互你感受。圣诞节到啦，以后你有一个等待的心，毋是等待名字救主耶稣基督降临，是要等待加当互圣诞节带来的喜乐。你若去买遐物件，慢慢感觉讲，迄个最好个做国的吼，去啊无咧注重圣诞节吼，甲注重买物件，真正是俗吼，真济人，你看大家拢伫遐抢咧买时候，就想要去。我常常去大楼去踅一个行一下吼，当运动了的时阵，看啥物物件会当买的时阵，
啊，要来克制吼，即款欲望啦吼。你知影讲，啊，到咱若无欠啥物物件吼，爬倒来吼，啊，就会下咧。若毋是穿新诶，啊，从旧诶下咧，啊，就是爬倒来。我讲无啥需要。所以即到周年庆，我啥物拢无买啦。啊，可能较年龄有啦，感觉咱即摆是咧减法的生活，是愈来愈减少的生活，毋是加添的生活，需要家己爬倒倒。啊，年纪可能有啦有关。啊，姊妹，这就是圣诞节、大港节的过程。一般人伊无了解大港节，因为因需要网络。但是咱有咧庆祝大港节，大港有4个礼拜，咱用爱心，咱用信心，咱用喜乐的心来迎接咱的主耶稣基督降临。大港节中间有一个名词，天后等待。咱来了解等待的意义，无论神父就是捌写即种等待即个字。伊讲等待原来意思，就咱像一个人伊徛伫一个观台、观望台，伫遐咧看一项事，咧期待一项事，咧仰望一项事。所以是毋是每一个人已经来，去观看周围中间发生的代志是啥物？所以伫迄个观望台的时阵，伊就将即个注意力的焦点放伫伊所静候期待即个人，也放伫将近要发生即项事，伊充满期待、盼望，而且伫遐秉性来静候。你所期待的人若出现，你所期待的事若发生的时阵，充满即种欢喜，会满足咱内心中间真深的一种对人这条事真深的渴望。等待是一个非常忍耐一个过程，伊毋知啥物时阵，伫这个中间有可能伫即个等待中间更真大的盼望。所以你必须要忍耐等待，但是这个人这样事发生的时阵，这种欢喜，互咱过去这种辛苦消除掉。有真个代志，毋是等待就突然间发生，伫咱生活边意外，一种惊喜欢喜。主要所基督降生的迄一年，一个圣诞，因三天君。突然间，放伫野地中间，各样人来显现。比赛传播好消息讲，我报互恁一个大个消息，是关系到万百姓，因为今仔日为着恁，就是耶稣基督诞生。然后天的君伫遐关山出声，无落上帝。啊，姊妹，在各样人当时是社会中间。比较较弱势、较阶层的一个群人，因常常爱衫穿了无真好势，伫野地中间、伫沙漠中间遐抱怨。伊常常互人忽略，伊若无法度亲像一般的人伫城市内面，要落三轮城来为着律法要求一种生活，伊若无法度真正常去到圣殿中间来敬拜。伊可能也无受到真好，即个教育，无真了解，即个律法所规定即个细节来遵行。所以，若是对即个宗教人士来讲，即群人是较偏向于罪人即群。但是，天使天君奉因来显现，传播因好的消息，所以因非常意外、惊讶，就这个一种惊喜，竟然当看到。也去天使写，所以就赶紧叫天使做指示的，去到耶路撒冷内面，去做中间来参拜，来找主耶稣基督。但是圣诞中间有真侪意外，互咱真惊喜的代志，啊出现伫咱圣诞中间，这是真感恩的事。啊，有真侪时阵，大部分的时阵，咱成熟的人，咱学习一项天后。
等待、期待某一件事来发生的咱做，所以有大感谢。大感谢嘛，袂讲4礼拜，顶后就好。大感谢中间，咱会当知影，个4礼拜就圣诞节到，所以咱就安尼期待暖身一下，就慢慢就营造一个圣诞节气氛。咱到迄个布置嘛，差不多是迄个主日啦吼。大感谢迄个主日。虽然讲圣诞节倒去到，有一寡等待，毋是会当疗伤的期间，见后，毋知啥物时阵发生。所以你必须伫观望台中间，可能久长期待听候应性观望。听候是一个非常重大、非常辛苦的一个学习的过程。主要所祈祷降生的时阵，到第8天，约瑟甲玛利亚带婴仔来到圣殿中间，而且照以色列的律法，来到圣殿接受割礼，然后主要所祈祷为伫上帝。另外一方面，也为着拄拄生产的玛利亚来行洁净的礼。照以色列的律法，洁净的礼应该来献一只羊羔做烧罪祭，烧这燔祭叫做烧化祭，烧罪祭，燔祭啦。佫有献一只迄个鸡仔，雏鸽吼来做一个烧罪祭。不过有一个规定啦吼，买一只小羊羔可能安尼怎算几千块吼。对因来讲，这是非常重的一个付出。所以若规定讲若是厝内底较送香的，无法度送迄个烧羊羔的时阵吼，嘛会当送一对安甲，吼，也是即个鸡仔安尼来送嘛会使啦吼，一对。一只来献做烧化祭，一只来献做即个赎罪祭。你毋知迄个玛利亚甲约瑟因所献的祭是啥物？就是钱啊，还是бан甲？表示讲咧，伊这家庭的家庭的状况就是安尼，足平凡的一个家庭，而且依靠他中下阶层，他属于上乡的一个家庭。整体来讲，所以伊只有会当献出必须要有的，只有咱献出上界加上的要求，бан甲还是钱啊。咱主要所祈祷就是降生伫即个家庭的中间。迄一工因带着学着主要所祈祷，带着礼物、祭物来到圣殿中间，但是因为伫圣殿中间通常有一寡人，还有一寡服侍的人，伊来过来的时阵。因经过身躯，经过身边，经过一个人，变身边来行过。因穿衫非常平凡，因抱着出身非常卑微的婴仔来到圣殿中间，然后祭司来接受因的祭物。有人献小羊羔的时阵，可能祭司小可来小看一下，这个家庭应该袂歹，会当献羊羔。真侪人伊献出。钱啊，到搬家的时阵，这是可能接过礼物这是较松用。咱是咧处理平常处理真侪人的献祭共款，因看即个家庭的父母，即个婴仔嘛无啥物特别的所在，所以这是可能接受因的祭物了后，去处理这个祭物。我特别来注意因，我特别花时间。非常平常，像例行安尼共款。伫咱真侪只例行生活中间，咱袂去期待真侪代志的时阵，可能咱也袂去注意到有啥物特别的所在。有特别的事、特别的人发生的时阵，可能发生平常，就无啥物代志，就安尼，也是共款。平凡的父母，学着一个看做真平凡的婴仔来到这个所在。献出非常平凡的祭物，总是安尼伫。但是路加记载，独独伫路加福音的记载，伫耶路撒冷圣殿中间，有2个年老的人注意到玛利亚，注意到
就是特别追到因所抱的婴仔，一位就是西面，一个就是安娜。啊，姊妹，你真侪人中间，为什么是因？经内面特别记载一个特点，因所记的毋是真意外，一种的真实，亲像野地旷野中间才会无样的人，应该是因为完一生的信仰，一生的岁月的听候救主耶稣基督的。有可能在期待每一个婴仔抱来的时阵，我哋是青草非常好，贵族伫王宫，互你到圣殿中间伊会注意。嘛可能是非常平凡的人，一般的婴仔，伊若抱来时，伊嘛是注意。可能中间有一个问，讲上帝啊，敢是即个？上帝啊，敢是即个？安尼，伊经过数十年，听候的一个岁月。你非常期待会当看到弥赛亚来临，但是因为迄阵当时真侪人也咧听候弥赛亚。听候弥赛亚是当时人共同的一个期待，但是大多数的人伊拢期待是一个军事方面的，是一个政治方面的一个君王。当伊来的时阵，会当来恢复大卫所罗门时代一个国家的一个荣耀，所以。一般的人，你期待即种的政治甲军事方面的一个婴仔是弥赛亚时阵，你怎样去期待呢？伊可能是注意听伫王宫的内面，某一个贵族的家庭中间，还是某一个大祭司的一个家庭中间，婴仔出世会当来宣布讲，即个敢是就是弥赛亚。因为伫内面有即种的，已经有。塑造一种的形象，弥赛亚的形象就是军事甲武力、甲政治方面，所以伊应该出生伫非常较上等的一个家庭中间。因所听因是注意即种的形象的一个弥赛亚。啊，姊妹，因心中有一种期待，这个期待是照因所心中所想的，因来形塑。塑造一个弥赛亚的出身、伊的背景、伊的形象、伊的身份、伊的角色，所以就照伊心中所去形象的，去塑造迄个形象来期待、超出。有少数的人，因对上帝伊只有一个开阔的心。弥赛亚是照着上帝所修饰的。是照着上帝所塑造的形象来中间，不是照人所期待。迄当时有真侪人，因相对是一个安静的听候者，因用祈祷、用敬拜、用谦卑、用信心、用安静来期待弥赛亚来临。西面甲安娜是一种人，你看起。因安静，因进伫圣殿中间，因甲上帝非常亲。所以，你中间短短来讲起西面，讲起安娜。西面伫圣殿中间来服侍，伊是一个异人。异人拢是讲到伊甲人、甲上帝中间拢有一个真正确的一个关系。伊一直望一切的拯救，一切的荣耀来临。所在讲到一个重点，伊互圣神启示。圣神的啥物人的启示？即就是甲上帝非常亲近的人，就是听起上帝的声，愿意遵按上帝旨意的人。当伊自信，当伊焦点拢放伫上帝心上的时阵，伊真注意来听上帝声音的时阵，伊会当明白上帝旨，伊会当听起上帝的声。伊会当来接受上帝任何意思，啊，即位这是个特点，表示这个人甲上帝是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甲上帝亲近，伊期待上帝旨意完成的国家中间。啊，即位有真侪人照因家己心中所期待的，安尼可能
会错过耶稣，错过这个圆啊。你可能用其他的人看法来做一个评论，这个是迄个，而且照其他应该穿着非常美丽华服，穿着非常好衣裳，真好打扮的人，才有资格来成做弥赛亚，在这个所在，这个西面甲上帝三千军，伊讲今仔日要记着伊，伊也要照伊一般人所期待用外面来处理，你听见上帝声，就是这个变化的家庭，变化的主耶稣，我知。安那，圣经讲到伊结婚7年，然后就酒馆，一直到84岁。另外一个所在讲伊酒馆84年，84年差不多是安尼啦吼。16岁结婚，当时人个后囡仔是安尼，结婚7年，所以23岁开始酒馆。伊活到伊到84岁时，有人讲伊酒馆84岁，哇，84岁人家算23个加84，安尼算一个哇，差8岁。可能84岁是较合理啦。不管是84岁还是100几岁，拢是当时来讲非常厉害，因为平均年龄差不多是50岁以下，这是当时。所以活到80岁是算真臃肿，这是非常臃肿一个。咱来看第一生的时阵，23岁，一个福林人酒馆的时阵，你就知影伊所拄着的代志。伊当时来讲，福林人酒馆要单独生活生存，这是非常困难的事。伊所有的瓦靠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圣经讲到，伊一个女先知，然后伫圣殿中间来服侍。毋知咱怎样来看咱家己，也是对咱家己苦难所反应。有经常对着苦难反应，特别基督徒，伊就拄着真大一个困难的时阵，可能真大的麻烦，可能对伊信心有真大的冲击，可能安尼来离开上帝，可能伫迄个所在对上帝有真侪怨念，伊毋敢离开上帝，但是至少会失去对上帝迄种热情。23岁酒馆的时阵，一直到84岁，这是非常久长的一个时间。有可能年龄愈来愈大的时阵，咱的体力已经消失，咱的心智已经软弱，咱的热情已经灭去，年龄会互咱慢慢失去咱所期待的这个目标。是我感觉常常我有这种心态吼，我拄啊63岁，我来无承认家己老，搁有几项伫网络中间，会甲你讲年龄的几个迹象，我感觉我老，看迄个迹象，大家拢有。哦，你知我都有啊，吼。姐妹，少年人有期待，因为到30年、50年中间，会当互伊去期待未来发生的代志，但是你若过到差不多70、80岁时阵，差不多你想讲，咱个期待啊，就来咱安静头去到上帝遐就去迄个日子。有可能哦，等下较久啊吼，上帝无互我咧伫世上伫我咧先看着，去到我上帝遐看就好啦。有可能真侪这期待有热情要完成的事，已经到80几岁啊，咱讲无法度啊，无吼，可能安尼做咱的期待，咱的期望吼，劝互囡仔。后代囡仔讲，哦，妈妈、爸爸期待就是安尼，我都完成，你替我完成的。咱就咱的期待，确定囡仔成就，就愿意替咱完成。这是咱年老的人常常有的一个心态。伫这个所在，西面已经年老，伊讲，我已经上帝，我已经看到你所应允的弥赛亚，安尼你会当互我安然离开世间。伊看弥赛亚这项事。比伊的信仰更加重要。离开世间表示讲已经年老。安那84岁，当时来讲也非常年老，但是伊的信心无失了。
伊对上帝期待嘛无失的，就是安那。圣经只有这个所在真底来描写西面甲安那因的敬虔的事。我看见记载这位是耶稣，记载因一生的目标就是天后这个弥赛亚。因最重要一个事项，这个所在记载就是一天遇到伊的时阵，以色列人来见证、来传讲，这个婴仔就是弥赛亚，这是因所记载上重要一个代志。有咱感觉哇，一世人敢做这样代志吼，真是非常单纯哦，敢有价值，敢完成这种代志。兄弟姊妹，如果有这样代志，只好上帝安尼。伫你人生中间来完成，受记载，留落一段记忆，相信留落一种无有卡食，相信咱一生都有够验。真正人对付真侪这个代志，看来是咱受丰功伟业，看来咱受真大成就是历史安尼过去，人生过去了后，伊就慢慢互人会记。有时咱伫甲少年人咧讲话时阵。这个年龄中间，迄个时阵知影真有名的人，你甲少年讲我毋捌听过。20年、30年了后，已经互人袂记着真像传道书内面所讲的，人就要搁纪念伊。咱当个追求是啥物？对着安那，对着西文来讲，伊所期待的事。一生所期待的事，一生留的上重要的事，就是弥赛亚。上帝互伊完成这种愿望，为着这个期待，因教主3人行。这个记载讲，因教主3人行，你敢袂禁止祈祷？伊伫圣殿中间尽因的职分，因伫圣殿中间来学乐上帝。因甲上帝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听起上帝的声，听起上帝的指示，听起上帝来指示，倒一个就是弥赛亚。像这是因上界大天后一种快乐的来源。啊，姊妹这个时阵，咱有接触真侪代志，一人吸引，咱的焦点慢慢模糊，咱真注重咱生活中间才会享受，可能真正才会有品，去对佚佗，啥物件好食的。啥物非常我咱感觉讲特别的事，咱注意这个事。你讲放伫你的心思，伫咧教会中间，放伫心思伫上帝的事项中间。真正天后毋是拢无作为，就真想叫天伫遐咧看代志，毋是发生。这是一个非常积极天后的一个态度。所以你看见因这两位老人一生中间，对少年开始。上帝3人行，天君上帝。所以，因伫信心的中间，会当对这个婴仔，这个边缘的婴仔中间，看出这个婴仔心性甲有期待，就是这个。我用外貌，也是上帝所指示，伊边缘中间看出这个婴仔心性甲未来变化。所以，对安尼，上帝将这个婴仔。到伫这两个老人怀抱中间，圣经描写讲，西面怀抱的婴仔，是世人所期待、所看见，这是何等完整！有时咱手中，互咱家己顺的感觉讲哇，非常完整。伊手中所抱的。弥赛亚，因为着弥赛亚来祝福。兄弟姊妹，我咧读这段圣经的时阵，就讲我伫咱教会中间真侪这年长的人，过去中间有可能咱有这种偏见。年长的人，教会内面足多，而且教会内面后尾拢年长的，咱教会是较特别，少年人真多。较早的教会，要到上年主日，安尼时阵，也要送即个
送上去红包的时阵，准备做做。这70岁才举手，阮差不多5支持拢举手，我较早到，拢总较好老人。所以我较早咧准备的这个红包真多，拢100几分。而且这个门槛偌悬，你知影？70岁才有领红包，迄个拢100几分。咱教会呢，老人较少，所以准备无介济，而且门槛佫较低，15个就好，内面。咱要怎样看待伫咱教会中间通利益的？我感觉有即种观念的改变，不是因为年老无底气，来到教会中间有即种精神的寄托。伫咱中间有偌济兄弟姊妹。对细汉的时阵，就伫教会内面，伊青年的时阵伫教会付出，伫遐探访、遐服侍，参与祈祷，参与服侍。恁每一个礼拜来到教会中间来敬拜上帝，来学乐上帝。因关心教会事，如果教会今仔日有一咱少规模，那是因为咱伫咱中间有一个年长的人，伊伫少年时有真大付出。有可能较好一个经济力，有时我感觉，有真侪感觉，兄姊妹有一寡特别的需要时阵，咱教会可能无法度用咱的爱心基金来做一个帮衬，我可能找一位2位年长的人，真愿意来付出，无人知，无停落伫咱的遮方面的中间，迄路中间，因真关心遮青年人。因关心这幼儿，教会生活是因人生的大部分，上帝是因人生的全部，因对上帝充满信心甲盼望，上帝是因生命中间的至宝，因非常敬虔。对这角度来看的时阵，咱教会中间有真济安那，有真济地位，像伫遐真济领年长兄姊妹时阵。咱来付出更加大一点，特别伫咱少年的人，当享受伫咱教会真好，遮个款待，遮个资源，有真侪遮个社会这边遮阿嬷伫咱的付出，疼惜。因为伫大讲这时阵，咱要用啥物心态、态度来迎接主耶稣基督？大讲这，毋是真消极、听候。后礼拜上了一个教理，是用非常健康的态度，接像西文，接像安娜共款，以万心来听候。因为上咱一个故事的本意，但是耶稣为着世人来降生，但是真对的时阵，咱较有备办好咱的心来听候这个弥赛亚进入到你的生命。伊来啉，这像啉到古有的人共款，伊来找伊敬拜伊。伫咱生命中间嘛有可能亲像西面甲安娜，每一个时刻，咱用敬虔，准备好势，服侍伊，用心服侍，互伊甲上帝相同行，互主耶稣基督伫咱生命中间产生叫做大一个改变。也主耶稣基督做咱真大的满足，因为咱一生的事、一生的期待，伊的心情来得到完成。假设西面甲安娜的模样，安尼咱会当对世间人来传讲，最主耶稣基督是正人，世间人所期待的拯救，是咱的救主，是一切的愿望，是咱每一个人的愿望。三角形。话你经来，伊也要过来，所以每一个时刻，我要亲像这边安娜一样，加出一个天后者，用敬虔的心来听候你，也用敬虔的心来叫你进到我的生命里面，来改变我的人生丰富，用为着你来做见证。这位就是弥赛亚。
世间人的拯救，世间人的望，都靠主耶稣基督献。回应上帝的话，正诗610首，耶稣是阮心所欢喜，请起立。啊，伫方面是一个所在，代表咱教会要来伫咱中间做会几个牧长来送因献咱一个礼金。生活意思，还有咱教会对咱中间长是主会一个牧者吼，来第一教会来领导我们中间，一个上过去的路。 所在在教会上现在这个礼金。
机会拢是对来的。过2礼拜今年就要结束，到请你一年来看顾，愿上帝继续我行做大元素中心的管家。阮也甘心乐意献上阮的一切来服侍你，当阮也献上阮的金钱来做你圣爱的路用，表达阮的感恩，来尊荣你的名，愿你感恩，伊就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是来报告。本主日是大港节第3主日，咱用欢喜、喜乐的心来迎接主到临。下周主日12月22举行救主圣诞赞美礼拜，联合礼拜时间是10点开始，主题耶稣世人的愿望，主领是圣歌队。第3点，广州小会决议的事项。在明年2月初9要开定期会员好会，2月初2邀请芭蕉塔合唱团，咱联合礼拜中音乐见证分享。明年的1月25春节，拄着拜六新春庆社礼拜，新春庆社礼拜，伫1月26主日举行。1月初5联合礼拜，咱要举行女老丰日甲集事设立，团契小组甲团队首长的就任。名单请来家己看。广州统一会决议的事项，重点刊载公园教会聚会甲活动的消息，本会网站。7楼副堂要装液晶电视，再换7楼副堂的长椅，以活动的椅仔来替。互空间的功能搁较侪利用。拄着联合礼拜是9楼亲子教室，无够使用，2月要移到2楼、3楼直播。第5，本会圣诞假期的聚会活动请咱家己滴。近期圣礼典要定伫1月12，2堂礼拜中举行。要受洗的兄姐，请向干事报名。第7点，本会网络事工小组已经制作公教会官网甲公教会赖群组 QR code， 搭伫楼层，请兄姐利用。本周礼拜410间祈祷会要参加的，请家己滴。财务组，这年度若有奉献的计划，请伫12月29以前完成奉献。本会各团契甲机构的事工，请伫12月29结束。便于会计作业。第10点，公教会2020年月日已经印制完成，每户有1份，请伫1楼签名。后订活泼的姓名，请向干事领取。具体消息，退休姐妹
要养崇明弟兄、吴碧玉姐妹2个家庭，儿子各喜获麟儿，我们恭喜他们。后礼拜咱的礼拜时间是重点所以咱只有第3，因为咱还有这个现在这个当兵的礼拜迄个新春前小礼拜咱就到平礼拜日所以应该是正月初2左右日是到大礼拜日所以咱来个有闲前小礼拜合并7号呢，咱有一个医啊。这医啊这个怎么讲？要处理是无采啦就好用。但是若无处理时7号的空间，医啊摆伫遐，就无平常的使用，这个空间就该无采咱的空间就较多元使用所以咱教会有伫阿该咧上班，拢想要去到这个原住民的教会中间有接触，所以就发觉原住民的教会嘛有真侪拢搁需要医安尼，所以咧咱伊来接受的时阵，咱这医嘛会当互原住民遐教会做真好才会用安尼咧医刷走的时阵，咱有较大的空间使用所以为了这医德这医咱搁较安尼伊的路用价值毋知原住民有偌济教会爱这个医遐日姊妹，你若感觉讲，我嘛真需要这种医你若介绍是定期一好无？也无事讲就是讲我要1条要2条。安尼时阵呢，若是讲这原住民遐教会所需的医搁有剩就到你的厝里内面，嘛无要紧所以这个都会当来减少这是咱对医一部分的一个使用。迄个连行礼拜就是讲，若是无maybe有处理好的厝的时阵，咱咧囡仔拢带咧到9楼啦，带咧到8楼。9楼遐后壁遐有一个亲子教室，以前囡仔接进来囡仔就来面安尼起家己影响到9楼的厝位，所以有人建议就讲，若是无maybe无厝的时阵，当2楼还是3楼有一个直播这就是讲这个安排这是保存到这个所在下面要请迄个赝品知识来报告福气餐桌这个消息。歹势呢，阁是我，我报告第3摆有人讲第1摆听了无，第2摆听了阁愈无第3次我拢表格大家看有咱一定邀请的部分怎么办？我看不到。我记起来就是我顶管如果写的是带认领就是遐的菜我是甲菜色拟出来菜色可能像可能去迄个国宾八方会开玩笑的，去迄buffet看有一些菜色，我感觉真好食的我就甲写起来要邀请弟兄姐妹如果可以投入服事的像有一些什么南洋咖喱牛肉然后春梅姐静姐教我们酸辣鸡然后还有什么马铃薯炖肉，反正我把菜色定出来可是有一些菜色需要弟兄姐妹协助认领，讲你刚刚讲你会晓煮啥，你嘛当帮我们认领一下这个表格都叫真诚款委，讲伊要来煎萝卜糕了都很欢迎那我们咱今仔下晡爱宴结束，咱1楼就会开始布置布置成42个位置那到时候是用那个自助餐的方式，所以就是我们的菜色大概40到50人份，就是针对就是针对咱邀请的人设计的这样子里面还有一些像那个恩慈姐的女儿开一间那个法会法师她有奉献的蛋糕所以就内容真好我伫学校上课嘛，迄个阮学校一个老师就爱煮的不过也袂信煮我嘛邀请伊
竹节迄个意识的千层面哈，尽量让菜色是丰富啊，有迄个有诚意这样子。那弟兄姐妹可以当这下工，有一些你也当认领哈。有一些，譬如说我没有那个微波，不是那个电磁炉哈。如果您当然有电磁炉啊，或者是火烤两用那个炉，当我们到时候可以菜色可以加热的哈，那个也可以提供接给我们。也是后礼拜五下晡哈，你也当来一起布置哈，因为爱五星餐厅的样子，所以我们下礼拜五下午会一些布置，如果你有时间嘛，当投入哈。阮即摆餐券，然后上重要哈，咱的菜色里面有一个卢老师的神秘餐点哈，因都大家拢知伊个手艺非常的好，所以要这样的吼，可能爱那个买一张券，然后我们一起来哈。注意哦，这个券不是进入公园教会哈，这个券是我们全数券总金额全数捐给主心之家。那我们盼望主心之家这个小小的团体哈，他们所做的很棒的事工能够被发现，然后我们也希望能够说我们可以为他做什么。那这是我们这次发起的，为主心之家做一些特别的奉献这样子。那目前已经大概卖出15张券哈，那这15张我们希望售出40张，所以还有25张如果你有感动的你也想要邀请人的，当这回来你也讲我想要邀请人，我嘛想要底下跟你这位家，你也一起买一张券就可以陪伴你的朋友这样子目前就是报告到这边那有什么问题可以当继续问我券如果要买的话，就跟金慧姐跟她拿票这样子。好，谢谢。有啥物无了解无？简单讲就是，燕平所讲的是，你会使买券，然后请你的朋友一起用餐。最好的是，你这个餐券是直接鼓励你的朋友直接购买，直接来公园教会享用这个夫妻餐桌。主要是两个两个都可以并行。燕平昨天晚上还特别开放说，你也可以自己购买，带你的太太、带你的小孩一起来。春季5点尔赶紧来安尼。上言正史第388首，两间归圣父上帝。有时煞请牧师唱到，请起立。Thank you.
你。